攞紙信咩？係啊。你去幫我？差冇贏咗啲信啊！搞笑。唉，得㗎啦 ，OK 啦。彩排嘅時候都係成頭都係紙水 ，OK。聽下冇啊 ？OK。有喎，有啊 ，OK， 有。今日好開心嚟到英國啦，好多謝大家上面過嚟啦，亦都今日有一位我非常之敬重嘅，一直幫助我嘅寫詞嘅老師，Y 文老師，俾啲掌聲。Y 文老師真係幫咗我好多喺我嘅演藝生涯入邊，我覺得我好多重要嘅作品真係離唔開 Y 文老師，因為好似 Masterclass、岩殘，仲有今日可能會唱嘅一首歌，我真係幫助咗好多人，都幫助咗嗰個時期嘅自己。係每一次 Y 文老師都話好難約到我食飯，因為其實我好怕醜，我唔係好識講嘢，但係我今日想喺個台上面同你講，你永遠都係我最喜歡嘅作詞人。